来进前，这个新闻报甲大篇，讲台中有一个蔡小姐，为着要注文中华迄间真出名的两人酥月饼，是出动着7百个家族的成员，用将近3天的时间，敲6万通的电话，互伊抢到1500粒的两人酥。最近伊去提货，甲1500粒的两人酥总搬转去厝，这个数量是济甲囥甲规厝间满，拢是两人酥。 两人酥一个拍开，一盒一盒摕出来摆，客厅的涂骹拢摆甲甜，袂输是打两人酥的地庄。这个囡仔伫边仔笑到有够欢喜，这拢是来自中华出名的两人酥店，平常时真稳定，而且摆出来放伫涂骹才400多粒尔，要千几粒伫箱仔内，这个数量真可观。你们是一口气就拿了1500颗吗？对，他就是一次就是要全拿，没有给你。 前几天的时间，他是当天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取货。他铁门是不开的，你要跟他敲门。伊就是进前为大家报道过，台中蔡小姐接到头家电话，准时到店门口等开门时入去领货。当初为了要抢买中华出名的两人酥，是出动7、8千人，搁有这个自动敲电话 App， 用将近3天的时间敲6万通的电话。 最后是这个读幼稚园的孙仔敲通的，开家伙也是有够欢喜，一个手订一通电话会当订的上大量，就是1500粒，部分留咧家己食，其他的就送互亲戚朋友。大家可以收到惊喜礼物，不确定有没有，所以不可以先告知。很惊讶，你怎么听到的？蔡小姐讲，较早伊嘛捌订过这间两人酥。 亲戚朋友真介意食，所以讲今年嘛想要订，这嘛是因订过上济一摆。一个摕到货卷转去了后，拆开一看，想袂到讲场面会雾遮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